电视，哈哈，电梯，这叫啥？手扶梯叫啥？电楼梯。 手扶梯，这真正袂晓，老师无？你看到这？这嘛是一种啊，这啦，原来哦。什么楼梯？会行路楼梯，会行楼梯啦。你看到这？你会想到去倒位佚佗啊？百货公司啦，加讲的。百货公司我搁爱介绍。 无一定啊，即摆百货公司内底有做者新的物啊。但是你想要去较传统的百货公司？传统的百货公司，老百货公司。是哦，啥物拢有哦。要去倒位，咱来看一下。今仔日咱要去东门市场佚佗。东门市场，这是伫咧新竹。新竹的东门市场，你有熟无？我捌去过。你捌去过？你有啥物印象？足无成这市场。无成，无成，就现代。嘿，即摆感觉迄个市场是少年仔咧去。我甲你讲，东门市场，这是全台湾头一个有电梯的菜市啊哦。是啊呢。一直清朝开始，就是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市场。清朝就有这个市场啊。清朝就有啊，即马已经超过100档的历史的。就赞。遮尔老的。对，比你较老。遮尔老的市场。好食好耍的物件都伫遐。对，安尼我找我的好朋友做伙来。好，洗菜市啊。高文姐啊，有人啊，做伙来哦。 来！进来啦！来，你先，来，啊，你穿开这里门啊，要来找菜市啊？阮这菜市足高级的，爱穿安尼去啦。安尼哦，这是百货公司的。百货公司这是同款的啊。系啊，同款的啊。有电扶梯呢。这是我这。 伫我细汉的时阵是足高级的所在。啊，你穿安尼，我都坐电扶梯哦，你去看，你搁爱挥手。下楼了，上楼，当然会使啊，贵妇拢是坐手扶梯的。贵妇菜市啊，尤人你甲新竹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我是10几年前拄好开始演戏的时阵，阮剧场都有伫新竹租一个空间，我拢伫遐排戏。啊，拄好附近就是市场，咱拢会行路去遐食物件。我今仔日的导览先生是在地新竹人，因阿公的年代是就是做鱼酱的。 做足有名，的。你知？我做细汉时阵去过。我还未讲了呢。做细汉的，你就知？我知。因为做主亲的，较主亲。我早出道。我细汉都去过。你细汉都有去过啊？今仔日来的导览先生是因兜的第5代。第5代的传人，伊自细汉呢就伫菜市仔拍照，对菜市仔的。 大细项的代志拢足了解，你想要食啥，要耍啥，要买啥，问伊就对啊啦。来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市仔万事通阿屁老师。哇，老师是笑脸的呢。阮阿屁老师足缘投吼，笑脸的哦。阿屁老师准备好未？准备好。好。 洗菜市，食好料，好耍，好食，好佚佗，耶！来欢迎，来有嘉姐。哎呦，好，你叫阿屁啊？阿屁啊，大音阿屁啊吗？安尼就歹听诶。阿屁，阿屁其实是应该是讲我是互阿公阿嬷带大汉的，伊较早叫我碎屁。碎屁的意思，伫咧因的年代就是感觉讲安尼叫较好摇。较好饲大汉。较好饲大汉。安尼碎屁啊，到最后，因为我对阿公阿嬷嘛，就去菜市仔内面，内面
拢爱叫什么浙江啊、金箔对啊，对对啊，要毋过因就叫我阿屁啊，到最后到今年36岁咯，就变阿屁啊死咯。哦36啊，这少年啊，你挂这个金破的哪安尼遮大个哈？哎，伊就展现家里的财力，是安尼财力啦，伊是五代嘛，五代无怪阿屁啦，嘿啦，阿屁啦臭屁啦，这是伊上细，安尼。大爱收当啦，去演的时阵啊，臭咧讲。无啦，歹趁到第5代才会当买这。哦。第1代到第4代拢无无可能，我细汉去的时阵，哦，恁兜生意真好。你细汉去倒捌食过因兜的？因为我是68年厝嘛，这个市场是66年厝改建，伊有改建。啊，我细汉去的时阵，伊做新的。你哪会知？因为阮妈妈是客人，阮妈妈是新竹的客人。倒位？宝山。哦，所以阮妈妈是浙江。真的对。哦，你嘛是客人混血哟？对，我混血儿。我嘛混血，你嘛混血。开讲，啊，你甲老板，你家己私底下讲好啦，好无？无啦，我妈妈梅山啦，梅山好无？哎呀，伊迄梅山街啊。加几个群主啦，好不好？加几个群主。啊，你妈妈的。好啊，加几个群主啦。好了。去市场。来去市场，来去市场，来。因兜的天妇罗足有名啊！我细汉去时感觉哦，东门市场哪会遮厉害？因为有电梯嘛吼，啊，拢有真侪足贵的所在嘛。唔管我要卖啥，我妈讲买，这足贵的。哈，舶来品吗？系舶来品。啊，足贵的吗？什么足贵的？迄当阵是阿公阿嬷的时代是叫做钱啊，银卡吧，台湾钱银卡吧。你知影？我到即马我阁唔知影是啥物意思。我讲啊是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伊讲啊，阮就是生理做了，阮就去二楼要做一个西装，啊是再去做一个旗袍。啊，我讲偌侪钱？伊讲10几万。我讲哇，真的啊！重点哦，是菜市啊内底。重点是民国60年哦。60年哦，新过婚啊吧？哎，我相信伊这是上细开。这上细开。对，它是小开呢。大家拢赚10几万啦。人讲新店哦，美食沙漠，你对这个有啥咪讲法？解说？你感觉安尼讲安尼对还是唔对？啊，唔是我问的啦，我讲的啦。那新竹美食沙漠，我哪会坐伫遐食？哦，啊，那有可能一天10几万啊呢？是啊，那有可能到第5代。你干嘛撒娇？对。你拢讲问这个问题无礼貌，那第5代啊呢？啊，你去解说一下，你开始你的导览啦。系啦，好啦，阿弟啊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叫做阿屁，我今日要来介绍新竹市的东门市场。好，来去。其实咱新竹市较早拢总有4个城门，有北门、南门、西门、东门。也毋过伫咧日本的时阵，这3个城门已经就是有战争，所以就已经拢无伫咯。即马就剩东门尔。因为东门边仔拄好，就是东门市场。头前有一个土地公庙，伊是300年，伊真正顶头写300年。对，这个就是民国60年的时阵，日本人起的东门市场。伊这东门市场，你看安尼哦，伊是有地下室，1楼、2楼、3楼。伊的1楼就是敢若传统市场安尼。伊的2楼就是我拄则讲的舶来品啊，搁有做衫的，搁有卖古董的、卖茶米的，啥物拢有，就是等于讲你百货公司内面物件拢有。伊的3楼其实伊较早是美食街，拢总有差不多有150档。哇！有遐侪物件。民国60几年就等于讲，你来东门市场的时阵，你买菜买煞了后，你都搁会当去买穿的物件，搁会当去楼顶食好料安尼。其实东门市场上厉害的，我感觉是讲，伊较早
我是听阮阿嬷讲的，也毋过我感觉阮阿嬷有淡薄仔好笑，也毋过后来，你讲阿嬷好笑，也毋过我讲有人讲啊啦，也毋过后来我确实有去问迄个人，迄个人甲我讲真的，民国60年的时阵，伊内面伊一个单位差不多3.3坪哦。3.3坪，而且没有土地哦，就是全上物娘哦。一间互你用偌济钱？10万？唔对5万，唔对。迄当时50万，15万，唔对。伊讲50万嘛无呢？啊！我甲你讲，700。你讲几年700万？来民国60年。700万。阿嬷好笑啊！我甲你讲。我等下叫阿嬷来甲你修理一下。好啦，你叫伊来，我甲伊无想哪有可能。我一定会叫来。迄个时阵钱偌大钱咧，无可能啊！我甲你讲真的，当初真正是700万，而且迄个人是伊是卖蒜头的，啊伊卖蒜头，伊生2个查某囝，这2个佫无结婚，所以伊就买上头甲上尾，这两大是上贵的，对。哇！伊家买起来，卖蒜头卖到700万，佮买2间，买2大是4万高价呢。我应该叫我阿嬷来家卖蒜头呢，真的，因为我阿嬷就是咧种蒜头啊。也毋过其实这为民国安尼60年到即马，应该是到我细汉差不多10几岁的时阵，其实就已经全部拢落寞落来了。伊一楼基本上差不多是。剩10担以内咯，就剩早市尔咯。而且是我家己是伫咧遐大汉的人哦。我甲你讲，我生理做了后，我暗时我唔敢去，因为暗时敢若鬼城。内底有鬼哦。因为新竹市政府拢无要管咯，所以内面就足乱咧。对。知影好。啊，后来就是5年前，咱新竹市的。市长，迄当阵伊就想讲，伊想要复兴这东门市场。来，恁看，我甲你讲，这是暗时5点了后。哦。伊即马改建变成讲，早市的时阵嘛是早市迄几担伫做，也毋过暗时5点了后，伊即马食的拢总有500担。你讲这内底有500担哦。你只要。你若有闲，你来承德，你来看卖。这内面有你想袂到的，有异国料理啦，有意大利面啦、鸡排啦，亲像这，互恁用，这是啥物店？一条猪。对，啊，这是卖饮料的。啊，伊就是伊家己创一个足特色的，因为伊内面物件伊袂当破坏，所以伊只会当用包装安尼。对。啊，这间。这卖酒的啦。啊，唔对。唔是卖酒的。这间是日本料理。沙西米。哦，真的好。这是唔是足有名？这足有名。其实内底足侪档拢足有名，是哦，真的。这间是香港大排档。伊的头家正港是香港人。哦。啊，而且伊伫咧成店嘛做10几年咯。哦。拄则讲你莫看做，伊是香港大牌，伊的头家其实是鹿港人哦。这叫厉害。香港人，这卖花生的哦，内底卖花生的，嘿啊，都下搞的，想袂到吼，想袂到。过来，这间我甲你讲，足厉害的，我甲你讲。这间开伫咧2楼。内底酒真济，我看迄冰箱就知影。应该是你爱啉。啊对。港国的啦。啊酒精国。哦，我甲你讲，伊即个头家足厉害的。哦，烧酒袂歹呢。我甲你讲，伊内面有爆瓦机哦。我甲你讲，伊每一支伊拢知影讲伊叫啥物名，伊几台啊，伊酒精几度啊。伫咧倒位，日本倒位来，伊啥物拢知影。所以伊迄间专门卖杀客。八成拢是卖清酒。是。有的人客无爱啉，就是有美酒啊，还是讲有红酒安尼。对。哦，臭豆腐。过来，我问你，恁啉酒的时阵，会想要食物件无？袂。
无聊，不是聊下去。都恁个就想要食咱这奇怪。对啦，爱食饲的啦，爱食啊，毋过钱的你会想到啥物物件？盐酥鸡啊，印度的甜不辣。即间的酒，伊是配臭豆腐的。沙可以配臭豆腐哦。安尼的 pairing 敢会合？这我感觉应该是袂对哦。你去食看卖，你就知咯。敢真正有配？你敢有试看？哎哟，我身底人，我甲你变是讲就无钱，对无？哦，你就像你 N 8点钟啦，原来有试过啦，我哪会安尼都无了解啦。其实新店市哦内面，即马伊改建了后，其实内面哦，亲像我拄则讲的，只是1/1尔。你想会到的所有你想要食的物件，拢伫咧东门场内面，拢有，即马拢有咯，对。而且伊发展了足紧的，你这礼拜去，甲后礼拜都无共哦。真的，伊的意思是讲，即礼拜开即间店，啊后礼拜伊就倒，啊就开不是啦，后礼拜边啊都有新的店，不等的你是咧我靠给我跳，我简单。太对啦，我倒咱成是爱东升桥。好酒。我今仔我有传好料来互恁食。你哪早嘛？也毋过等下哦，等下。要传好料进前，爱互恁先约看卖。无问题。好，互恁约。约看卖，约这3项材料是啥物美食的原料？蚵啊，虾啊，个小梗，蚵啊米粉，蚵啊米粉。哎，友人，你有看卖？我嘛是有蚵仔米粉。蚵啊米粉，哪里？海山火锅。哦，这蛮好。海山火锅。哦，今仔日传的好料到底是啥物呢？这是人气爆棚的古早味，是啥物？真正是新店人，好厉害呢！够哦！这只有新店人才知影哦。这蚵仔米粉，伊是用粗的哦，米粉，伊是用粗的米粉。这3个有2个讲对啊，这无讲对啊，会当食无？无要紧啦，人就好，你好食啦。过来8点档。无啦，伊等下就要烤咯啦，哎。你今日无好食，我真要唔着天咧，你无好食，你敢食？做伙食啦，你好来食啦，好食啦。好啦，做伙食啦。韭菜哦，来哟，一人一碗。谢谢，够亲人呢。小烫烫呢，今天是粗的米粉呢。阿培有交代，一定爱食烧的。这粗你看，哦，这米粉这粗。粗米粉好食，好食。好吃哦。好 Q。这蚵仔爱先煎过，煎过了后再去控伊的汤。对。你食汤是不是爱配因兜上熬的物件？什么？他们是酒吗？因兜上熬的物件，你无咧听？因兜上熬物件就是甜不辣啊。对啊。我感觉你是昨暗有啉酒，到今嘛还袂切吼。安尼加食一寡啦。好。爱食啥物？今仔日有传来。今仔甲你提一项足厉害的，伫咧新店市做150年的店。水哦，是啥物？是恁兜的。就是恁兜的。这就是因兜咧卖150年哦。150年。这是完啦呢。你介绍，你来介绍。阿培，你来介绍。你爱先食，你食我才先食对粒。都拢会使哈。拢会使。我大粒呢。我食大粒，你讲完啦。我食细粒，这最好食的，足 Q 的。盖哦，有包。我讲两样包吧。福州丸。对。咱新店人拢叫包鸭鱼丸。包鸭鱼丸，对，一只鱼酒。对。哦，你包鸭鱼丸。好食。好食无？这拢恁兜的。对啊，互你有伊内面包啥物物件？就猪肉，芹菜啊，对无？迄是肠啊。肠啊。无吧？肠啊。猪肉、
葱啊，马吉，啊，还有香菇。哦，香菇有看到，我已经批掉啊，是不是有红葱头？红葱头是碎粒的葱红葱头。所以了，你讲这有红葱头，迄是鱼羹。哦，鱼羹恁叫鱼羹哦。对。鱼羹。烤干嘛呐？鱼仁。好食。好食呢，有够香呢。够香。炸进嘴就足香呢。秀儿阿姨敢会介意？介意。好食，有够好食哦，要神哦。阿姨要对，阿姨对呢。这赞。啊，你今摆食的是啥？别讲完。讲完。我甲你讲，是第一想到才知影的，这应该伊唔知咯。安怎？我听看卖。会晓做贡丸浆的，袂晓做鱼浆；会晓做鱼浆的，会晓做贡丸浆。啊？我刚有听过呢。等，你讲伊是绕口令吼，伊意思是讲吼，会晓做贡丸的不一定会晓做鱼浆，啊，不过会晓做鱼浆的一定会晓做贡丸。所以会晓做鱼浆较厉害。对。贡丸较早咱知影就是用堆的嘛，啊堆到最后，因为肉伊本来就有黏性，啊伊就到最后伊就会就直接安尼一丸对，也毋过一块鱼互你拍到最后变啥？碎伊袂黏嘛。对啊，伊袂黏，所以伊爱靠技术。所以会晓拍，其实因的机器拢同款。所以只是讲。伊有技术面尔，对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讲做鱼浆较难呐，对无？对，较难，因为还佫有分春夏秋冬。哦，佫无共。譬如讲，伫个热天的时阵较热，你的冰甲甲水就爱较多的。要毋过伫个冬天的时阵，你的冰甲甲水就爱较少的。你即马讲出你的秘诀。袂要紧啦，讲出去到我第5代，我佫爱第6代啊，对吧？伊趁足多，伊无差啦，哎呦喂！这食是毋是连面迄14代迄头家上去，是毋是安尼？好朋友对无？我跟你讲哦，这好朋友哦是市长哦，市长哦，市长啦，市长，你介绍市长啊？市长要来，咱今嘛就要邀请岛南好朋友，就是新竹的市长。市长，来哦，市长来啊！哎，阿妈慢慢的行哦。哎，这是东门市长的市哦，市长来，阿皮的阿嬷就对啊。阿皮的阿嬷。当初是毋是伊生臭屁才叫阿皮？对无？是毋是？啊，就臭屁。臭屁的嘛，成年什么都是生屁啊。啊，你今年几岁啊嘛？86啊。阿嬷是咱岛南先生上资深的一个来宾哦。对。三季啊！你伫市场安尼总共卖几档？安尼拢总60外档咯，60档咯。阿妈我因为我20岁就入去了。哇塞！啊，恁中拢毋捌安尼搬出来哦，捌还是拢咧内底？阮5代人拢伫个市场内底做即个生意。是对迄个人咧食3顿咧煮，你3顿咧用的迄个鱼。啊，才做啊，才对这个鱼浆。啊，鱼浆已经做5代人。啊，若是这个是才3代人。哦，原来。啊，恁孙讲你讲话好笑呢。恁孙一定是讲我吼，碰红人做碰红丸啦。碰红丸啦！你即摆咧做这叫碰红丸，这叫做碰红丸啦。是安那是碰红丸，是安怎讲？先讲一下，这碰红丸是。你去问，一定爱问阿公阿嬷以上的，伊才知影。为什么叫碰红丸？啊，伊就吼生起来一粒就碰啊，遮大粒。即马若离开即个油吼，好起来吼，就消风去。那敢若咱人若讲好笑话，到尾啊，就安尼
小起来呐，对是安尼。哎，今麦咧是咧创哦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拍这吼，安尼，你慢来啊，我来啦。嘿，阿妈收跳，阿妈今日水水安尼嘛。无，我是要叫讲较大个拍的。较大个，唔是阿妈，你拍清楚的啊。安尼无及格对无？你知影阿嬷较早是拍200斤，用手手错无加气吼，我拢用手拍哦。但是你手看个才油呢。哦，有够瘦的呢，贵妇呢。你知影200斤要甲伊拍到发爱偌久无爱偌久？2点钟久。啊，你手就安尼一直拍。用足多，用迄个面桶拍的哦，拍甲这声就安砰砰，咱敢若机器安噗噗叫安。即马款的爱人拍。你愈甲拍，伊愈会碰。啊，恁乖孙咧讲吼，恁较早安尼吼，卖了关电视，你去二楼去做迄啥物啊？去做迄做水衫，做水衫讲一套啊10几万，是有影无影？啊，你无小可迄落一个吼，袂看咧，有影。买打扮者啦。阿妈的意思就是很含蓄的讲对啦，就10几万啦，就甲买落啊。10几万买一束衫。无要紧，因为明仔载搁趁10几万，无要紧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。你上贵的衫一束偌济？一束差不多1万尔。会等呢，年代无同啊。哎呀，迄时阵10几万迄个10几万，即摆差不多100万啊呢。你知迄当阵10万就会当买外口一个厝咯。我知啊。哦，阿嬷一束衫都是一间厝啦。真的呢。迄时吼唔甘穿啦，买起来唔甘穿啦。感情。安尼纪念啦。哦，一个纪念啦。哦，这要试这碰风丸哟。哎，你明要用丸的，结果你用碰风条。我要先阿妈你看。试迄油对无？伊安尼钓，安尼对。安尼看哦，伊有一个就浮起来无？哦，有浮起来呢，真正浮起来呢。若是无浮起来，就是无法。若拍无法，袂碰起来。哦，你拍这足辛苦啊，拍200斤呢。哦，哎呦，你拍18档啊嘛，对无？你较牛啦，你较牛啦。几岁开始做10几岁啊，18岁。 18岁做到即摆。阿嬷做这足辛苦呢。迄阵啊，阮实在是干那专卖鱼浆，鱼浆是做批发的。啊是遮个囡仔吼，我的囡仔大汉起来才想讲，大家摕咱的鱼浆建体去，就是趁钱啦。啊，咱来去食头路吼，安拼甲安尼吼，不如妈妈你想看咱的鱼浆来变化吼，互阮做。哦，所以对我就是，这个就是我发明的。哦。但迄个天妇罗内面的一碗有8、9项，就是有那拢我发明的。哇！啊，才发明我就开始做。啊，做就做甲互阮囝做，啊，即马换孙做，所以这个鱼香这个有3代人。啊，若鱼浆就是5代人。哦。阿培，我好奇吼，做这足艰苦呢。你足济无共的头路会当做，为虾米爱食？伊要互我，伊唔食。伊是我硬拖出来。哦，你硬硬甲拖出来。我甲拖出来做的。伊生气啊！读书无认真，我讲无认真，要甲伊拖出来做生理。若甲你入落到地，你就会迄落。啊，做就煞转调咧。调咧。啊，如果若是，伊嘛要偷走几啊摆。哦，伊偷走几啊摆哦。伊拍来拍，就走出去拍篮球。偷做，还是我硬甲拖起来。你知影较早做生理的时阵，应该是。你阿公阿嬷嘛是差不多365年，365天，拢无休困的。我甲你讲，除夕迄天搁爱做哦，休初一甲初五。啊，伊叫我360天拢上班，你会走无？哦，我先来走。啊，你平常时你拜6礼拜无休困一下？迄当阵无劳基法。
安尼以哦。前较是有影你钱当阵无老钱吧？哦。啊，即马交到伊手做头家吼，就一直要嫁到要休礼拜四啊。哎，我感觉爱休。啊，尾啊，即马拢有休礼拜四，即马拢有休礼啊，拜你哪四。讲伊哪真正哪捧起来呢？哇！即马当你讲白贼话啊，当你讲袂啥，你咧碰风啦。即马是碰风啦。哦。安尼就会使食的哦。还袂落，还袂够咧，就爱再啊差不多金色。你看安尼有可能伊内面有可能有淡薄仔未熟。我无熟，内底无熟哦。啊，这就差不多创啊，差亲像安金色，你阵啊才会使好起来。你知影有啥物是较早老岁仔人才知影？唔知呢。这是较早中破西的料理。哦，是安尼，手露菜。较早啊，我就会去走去叫中破西。等下，恁妈实在拢都爱讲话。较早若你会使做伙讲，阿妈你嘛使做伙若讲。办桌的时阵，上尾哦一定是汤嘛。对对对。啊汤伊中伊，因为汤着白白无啥物色，啊伊就会放即个凤凰丸伫中。哦，就顶面安尼。哦，对对对，啊那金银财宝咧啦，嘛好看，啊嘛好食。会愈来愈胖咧。愈来愈胖，愈来愈胖胖啊！哇！哎，芳米嘛出来安尼。好香哎！足够水的啦。这你应该拢无食过吧？无食过，从来毋捌食过。啊，你较早生意足好的吼。啊，就酒啦，酒，爱啉烧酒。唔是啦，爱饮奶落去酒啦。哦，爱酒咧遐就对啊。一缸酒咧遐几点钟？阮阿嬷甲我讲，24点前久，伊差不多有18个时辰拢伫个市场。18点钟我咧市场。对。早是3点就爱去。市场嘛。去到永安5、6点才转来。啊，伊细汉时你嘛是金较细咧。细汉时你嘛是3点就甲叫起来。诶，即马火就爱较细。哦，爱较细，爱较细。啊，那拢会注意咧。哇，这是专科的，你袂使学闹高伊个，碰风碰袂起来。伊即个即马容易学咯，你看，即马才来就会使。唔是啦，唔是重点是阿嬷意思是讲，阮大家拢是白痴，伊上巧。哦。你好啊讲话，你两个搭嘴鼓咧。哎，这两个拢一直咧 battle。敢若白背咧，有哦。嘿，迄个你是小气啊！你真正挑到伊的。小气啊！个叮当，你话叮当。我想讲阿妈是咧惊醒。真的嘞，两米都小气啊！那才好笑啦。你看小风去啊啦，阿妈。闹气。闹气。闹气啊！也毋过讲真正，伊若笑愈多，代表你拍愈好。哦，功夫袂歹。我硬一底啊，真正有碰哦，大家看者啦。好啦。好无？这无你直接硬起来直接食啦。直接食，你要甲我害啦？你嘛，你看，这安尼碰到遮水啊，遮古水啦，有无？你敢若双胞胎呢？对。啊，豆豆啊，伊就笑伊啊啦，啊，这叫做碰风丸啦。啦哦，啊，这差不多当时食上好哈。今嘛食上好，你去食看嘛，你去食来，今摆食你去我。出一支嘴。好，安尼无咱将一粒来处理。小红花我先食。我食看麦。啊，袂笑。这食那啊，啊，大家拢无啥讲。使食吧？盖好食。好讲哦。好食。是青的，上青的，有钱眼睛瞪超大。好吃的。有一个像迄油条的味呢。内底足球的呢。谢谢。愈少食愈好食。哦。这是不是就刷脆？就刷脆在温上吗？这应该好椒盐啦。哦，冰箱是爱温好椒盐。哦，安尼就好食。这消风了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名，是不是？你叫啥？我叫鱼做。鱼做，甲红做共款，因为上细粒的时阵会敢若做啊安尼。哦。伊咧撩撩迄皮敢若做啊，有无？你打起了嘛是安尼啦。原来如此。啊，比如讲吼，
我真若买，敢会使去你迄个咧卖清酒的遐，摕伫杯仔内底啉者。哎，安尼敢会使？讲到清酒啊！我讲到这，我甲你讲，啊那什么？来啦，搞来啦！你拢知影人爱什么？我来服务啦，你来后面来，小酒菜，小酒菜啦，嘿啦，嘿啦，安尼有下，安尼有下。这个倒酒的就水的，还有加泡丸配清酒。阿嬷来一杯啊！我唔通啦，会使啦。无你一点嘛，一点嘛，一点嘛，阿嬷分一点嘛，阿妈来啊！来，多谢阿嬷啦。阿嬷哦，这有够好食，这甲你敬一个。大家多谢。啊，观众朋友你嘛甲订个观众朋友。感谢多谢啊！哦，好喝，可以吗？哦，啊你一喙都打呢吼。袂记的欢喜啥袂记你啉这个好啦，啊你除了这碰丸，还有炸啥物？还有其他哦？阮还有鱼饼、鱼条，配酒啦，牛蒡，牛蒡，这是恁的天妇啦。这是烧的哦，紧食。这是来到遮吼，也袂当拢遐尼走啦。啊，若是我店内吼。请大家来寻着，安尼互我请，我会将我店内的物件拢摆出来，互恁吃。啊，而且佫甲恁啉一杯，嘿。阿嬷好啦，啉者啦，拢来啊。好，多谢阿嬷啦。哈，多谢，大家多谢。相弟弟万年富贵。阿嬷，你甲平时嘛是真欢喜啦。今麦是要结婚还是要？哎，这酒好喝。这个酒这个酒就是我跟你讲，就是我刚刚跟你介绍2楼的那个清酒。哦。它不是加香精的哦。那为什么？那没有梅子吗？我刚说有梅子，没有梅子。啊，你真的是啊，那个第2支再拿出来啦。购物。今仔日的重点不是沙克，哦对，是酒。你是足清楚，你。嘿啦，我啉来，我甲你对，我甲你对。我就需要呢。这里也可以。你今仔足辛苦的。真好啉的对不？哦，真好啉。真好啉的吼。我想要甲你问一下，阿嬷对你有比对别个员工搁较严格？讲真的。讲真的是，伊是用日本教育来教育我。你若是对这个头甲伊教好，遐个员工要安怎？系啊。要安怎带遐个员工？一定是着爱安尼。其实细汉时阵是唔知啦，啊，毋过到即马大汉才知影讲，你爱做一个头家，你啥物代志，妹妹甲为细到大汉的代志，你拢爱知影。那除非今仔员工伊有可能请假，啊是讲好，若是伊无做咯，你就是爱落去补迄个位。对。就亲像阿嬷较早因迄年代时阵是无钱会当请员工，就是阿公阿嬷两个做安尼。对，所以咱到即马应该爱感觉家己足幸福的。真幸福。对。但是你当初是你踮市场内底做60年嘛，遮尔啊辛苦，啊你看你的孙安尼，你应该唔甘接着啊，哪会硬佮甲拖出来要叫伊做这？我的观念是会读书的去读，吼，啊去上人的班。啊，若是较无好啊读，我就甲揪来做生理。上主要伊无好啊读就对。乖啦，嘛是足乖啦，嘛真乖。我拄则阿皮也讲吼，其实吼，伊看阿公阿嬷，敢若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共款对，是阿公阿嬷带大汉。其实我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，而且我是真正是困伫因身躯边的，困到大汉的。我是真正看因真正足艰苦的。我感觉讲，我搁少年，我搁会当做。而且其实9个孙内面，伊只有教我尔。所以独传互你。对，我嘛感觉讲，这是我甲阮阿嬷的缘分。因为阮阿公3年前伊雄走去，所以我有对我阿公讲，我要
这后面的路是我爱陪伊行煞。阿公走去也我爱陪阿这是嬷。感谢你有学阮才有这个当食的，最好食的呢。所以我感觉人拢是缘分，对。啊，就是缘分啊，人爱拍拼。对。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天公伯拢会看到安尼。对，真正是。今仔安尼阿公已经离开，你代替阿公甲阿嬷揽一个。感谢阿嬷，真正感谢阿嬷。安尼咱今仔我看某个投票。食鱼酒食个泡呢。这2工面你都讲投票啊？阮搭配吼听故事听到几落杯，我甲你讲哦，传你面面还，你今仔阿着这大，酒真好啉。主角是这啦。大家做伙来啉啦！做伙去东门市场，去食鱼酒，看阿嬷，甲伊支持好不好？